今仔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经华城案上新的进展。台北地方法院昨昏裁定，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哲甲应晓薇延长羁押禁见2个月，理由是无法度排除因灭证或者是串通共犯甲证人的疑虑，所以延押。杨乃新庆经是以1亿8千万交保，李文忠是2000万交保。台北地方法院审理经华城案之一，裁定郭文哲、应晓薇延押2个月，各禁止接见通讯。李文忠2000万交保，新庆经1亿8千万交保。2人限制出境出海自机，各挂电子卡权，也有个案的手机啊。民众党声明指出，这摆延押用搁较空的理由做裁定。主席黄国昌也表示，互人无法度信服。在全部的证人问完以前，他不会放柯文哲。那问题是，我再说一次，这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羁押要件以及审查的标准吗？用这样的理由都可以继续羁押，完全没有办法让人信服。黄国昌也在并且抛出郭文哲投票通知单，批评这是咧讲耍笑。郭文哲太太陈培基表示，郭文哲无被褫夺公权，有出来投票的权利，因会照规定申请。另也是讲，投票通知单是台北市选委会负责的，有意见爱问台北市长周万安。像您真支持柯文哲前主席申请罢免当天出来投票吗？我想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投票通知单，而在于柯主席现在还被押。目前郭文哲无被褫夺公权，有关乎投票的资格，暗过伫在押期间行动受限，是不是应出外投票，或者是安排其他刑诉方式，最后会照相关定数了来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